屬牛嘅朋友咧喺馬年裏邊咧，會唔會係牛耕田馬食穀，馬勞碌就牛享福呢？原來牛咧今年咧都算係犯太歲嘅，有六害星入命。六害咧就代表六親關係要和洽㗎。咁啊，所以咧其實照料下家人嘅心態啦，或者互相溝通多啲，今年咧就會少啲家庭問題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原來屬牛嘅朋友今年有紫微入命啊！紫微咧係紫微斗數裡面定名嘅星，亦都代表住皇帝星，俾個皇帝你做啊，即係有機會升職加薪，甚至乎創業啊！再加上有國印星，咁如果去學習一啲咧專業嘅科目啦，甚至乎咧想申報一啲專業咧，今年咧係特別順利嘅。從事專業工作屬牛嘅朋友咧，會發揮得更理想嘅。有龍德星係代表貴人賞識嘅，所以今年咧屬牛嘅朋友事業學業咧都係非常順利嘅。不過財運方面咧就要小心啦，因為有天厄同暴敗星，天厄暴敗加起上嚟咧係瞬間即逝，甚至乎咧有大破財嘅機會，所以投資博彩或者投機嘅心態咧盡量要減低嘅。而出門出外咧就要小心啦，有天煞星。天煞嘅意思咧就唔係同孤星喺埋一齊嘅，其實天煞咧係天然災害啊，所以今年屬牛嘅朋友咧要避開天險，尤其是爬高山、潛深海或者睇一啲大自然嘅奇景咧，就謹慎為妙啦。屬牛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喺立春之後咧，即係2月4號之後咧，就去到一啲傳統嘅地方進行攝太歲嘅，因為今年咧你都算係犯太歲嘅其中一員嚟嘅。